今日嘅主題呢，就係、我已經看見了主，係喺約翰福音第20章。20章裏邊其實整章可以講出整個耶穌基督嘅復活嘅，我唔應該話係個過程，但係一個好有趣嘅，就冇一個人真係見到耶穌基督喺嗰剎那佢復活，但呢個唔重要，重要嘅就係話究竟主耶穌有冇復活呢？我哋而家唔係個過程唔重要，我意思就話咧，喺幾時點樣轉點樣變，呢個唔係我哋要去思考㗎。但係我哋已經肯定嘅就話主耶穌基督的確係復活了。一陣間咧，我哋會用幾點嘅喺聖經裏邊嚟幫我哋一齊去思考，去明白究竟主耶穌基督是否已經復活了。星期五嘅中午，我哋有一個受難日嘅敬拜。喺嗰時候，我哋睇到十字架上面嘅榮耀，十字架裏邊嘅寬恕，神嘅公義同埋憐憫，能夠喺一個十字架上邊一齊嘅彰顯。呢個係整個宇宙裏邊唯一我睇到㗎。譬如話，我哋睇到嘅就係神嘅公義喺呢個十字架上邊彰顯咗出嚟。點解睇到神公義啊？神係唔以有罪為無罪，神尤其是要好徹底嘅將呢個懲罰俾呢個有罪嘅人。但係喺十字架上邊，神嘅公義係完全嘅顯露出嚟。其次就講到神嘅憐憫，同埋一個時候，同樣喺十字架上邊，神嘅憐憫亦都表露無遺流露出嚟。十字架顯示嘅就話佢唔願意人沉淪，唔願意有罪嘅人永遠嘅滅亡，所以神就差佢兒子道成肉身嚟到世上。剛才彭浩主席禱告嘅時候亦都提到，就話主耶穌基督要受死，然就完成咗呢個救恩。所以第三點就係話神嘅救贖同樣同個時候將神嘅公義、神嘅憐憫完成了。所以最後當主耶穌基督將佢靈交俾神，交翻俾上帝嘅時候，佢話完了。係咪完了啊？成了。完了同成了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啊！完成咗，但係成了，即係話佢成就咗神嘅救贖計劃。所以呢度我哋體會到，原來十字架個榮耀係咁唔同，有公義，亦都有憐憫，而且係成了。喺約翰福音，或者未到約翰之前，我睇睇羅馬書先。羅馬書第10章第9節到第10節，我哋一齊讀好嘛？你若口裏承認耶穌為主，點解會講㗎？OK，佢自動跳咗上去嘅原來。OK，我唔怕，我追翻嚟好嘛？我哋而家咧就想藉著呢段經文去思考一下主耶穌基督呢個救贖計劃。保羅喺羅馬書咧仲講得好清楚。頭先大家開始讀，而家俾大家再有一次機會一齊讀好嗎？你若口裏承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，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。保羅好簡單喺呢兩節經文裏邊講出我哋在座嘅每一位，如果你夢係重生得救，我哋必定經過呢個步驟，
穌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，心裏邊亦都相信主耶穌從死裏復活，好似今日我哋用呢個咁樣嘅敬拜嚟紀念主耶穌基督喺2000年前的確係復活咗。嗱，我哋會用一段時間去思考點樣去證明到主耶穌的確復活呢？咁樣，所以我哋翻嚟今日所讀嘅經文，約翰福音第20章，但係我會退到前邊從第1節開始去睇。第20章第1節嘅話，7日的第1日，清早天還黑的時候，抹大拉的瑪利亞來到墳墓那裏，看見乜嘢啊？石頭從墳墓挪開了。感謝神，頭先我哋選擇咗好幾首詩歌，詩歌裏邊亦都有個影像、個畫像，睇到原來個墳墓前邊咧有個窿，個窿咧旁邊一個圓圓地嘅，好似個餅咁樣係嘛？大圓餅。以前喺中東佢哋埋葬嘅方式唔係好中國人咁樣，或者其他嘅種族，佢唔係埋喺個地下上邊㗎，就個山邊佢作個窿。如果有窿嘅話，就地取材啦，就用個窿嚟埋葬。如果冇嘅話咧，佢都掘開個山邊一個洞，然後將個屍體咧放入去。因為個窿開咗嘅話咧，咁用石頭啊，圓圓一塊餅咁樣咧，就將佢慢慢就捲過去，就閂咗佢。好多原因嘅，因為防止動物走入去啊，防止臭氣味出嚟啊，防止一啲去偷嘢嘅人入去啊，咁樣係嘛？所以咧，佢哋用緊圓圓地嘅石頭就封咗佢。咁而家7日嘅第1日係星期幾啊？7日嘅第1日，嗱，猶太人嘅咧嘅計算方法，最撈尾嗰日就係安息日，就星期6。所以一個星期嘅第1日就從星期日開始，星期日開始。佢嗰日清早啊，天還黑嘅時候，天係黑色嘅喎，但係抹大拉嘅瑪利亞有一個婦人嚟到呢個墳墓嗰度，一去到見到乜嘢咧？你嗰塊石頭咧，經已咧被滾開咗啦。嗱，聖經裏邊有4福音，4福音都同時記載咗呢個咁重要嘅呢件事情，所以我哋會參考唔同嘅4福音裏邊加插啲嘢，俾佢能夠全面性嘅去明白當時究竟發生咗咩事。所以我哋嚟到睇睇路加福音第23節，第23章52節，一齊讀好嗎？或者有人去見比拉多，求耶穌的身體，就取下來，用細麻布裹好，安放在石頭作成的墳墓裏。那裏從來沒有葬過人。那日是預備日，安息日也快到了。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的婦女跟在後面，看見了墳墓，他的身體怎樣安放。個比較大啲嘅字咧，我應該再讀一次俾大家聽。看見了墳墓和他的身體怎樣安放。有3件事要注意嘅，就話佢哋有人親眼嘅睇住乜嘢？個屍體放咗入去個墳墓裏邊，而且唔係求其捧入去喎，佢睇住個屍體係點樣安放。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詳細嘅去講俾我哋知道，係路加呢位醫生逐步嘅去寫俾我睇。有3點，第一點我哋要知道嘅就係一個空置咗嘅墳墓，或者一個空嘅墳墓。我哋留意啦，如果我哋將屍體放入去，但屍體唔喺度，咁我哋有咩結論呢？嗱，一齊去思考呢個問題。我哋翻嚟馬太福音，同樣喺登嗰度28章第2節，佢忽然地大震動，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，把石頭滾開，坐在上面。頭先讀嗰陣時候，你會唔會有個問題？就究竟嗰塊石頭啲
點解會自動拎開咗呢？係咪人將佢移開咗呢？其實冇人敢移開塊石頭㗎。當主耶穌被釘死個星期五嗰晚埋葬咗之後，當時嘅猶太人就要求有兵丁看守嗰個墳墓，而且有個所謂一個叫咩呢？有個鈴啊，貼咗個石頭上邊呢，就唔准人將嗰個石頭去滾開，因為佢要知道呢個主耶穌的確係死亡，而且要佢葬喺個墳墓裏邊。但係而家地大震動啊！我相信係神有一個好嘅地區性嘅震動，唔係整個以色列嘅震動，所以令到嗰班看守嘅兵丁嚇到渾身亂轉，然之後甚至乎嚇到魂飛魄散，差唔多要死咁樣。就呢件事，羅馬人會唔會捉呢班兵丁？因為佢哋看得唔清楚，而耶穌已經唔喺度啦。嗰班兵丁會有問題啊，應該有問題。但係猶太人包庇佢哋，既然話身體唔見咗啦，就不如話有人偷咗佢啦。會唔會有可能性呢？不過因為佢哋願意又咁樣講，而且當時嘅比拉多係被猶太人所控制，所以咧佢就話唔緊要，你只要話有人偷咗佢就得㗎啦，你哋唔會受到刑罰嘅咁樣。一陣間睇下究竟被人偷咗嘅屍體成唔成立呢？咁樣喺約翰福音翻嚟啦，第20章第2節，抹大拉嘅瑪利亞已經到咗個墳墓面前，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，對他們說：佢講乜嘢呢？聽到喎，佢話有人把主從墳墓裏挪了去，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裏。請問呢個瑪利亞相唔相信耶穌基督已經復活？淨係呢節經文，相唔相信啊？相信定唔相信啊？唔相信，因為佢唔係話耶穌升天喺邊度啊？唔係喎，佢話邊一個搬咗佢嘅屍體，而家喺邊度呢？咁樣跟住落嚟第3節，仲有，因為佢睇到呢個墳墓見到係空嘅，所以佢就問究竟耶穌喺邊度？跟住佢就去揾彼得同埋約翰，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裏去，兩個人同時跑步喎，跑去邊個快啲啊？那門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所以呢門徒係邊個嚟㗎？就係約翰，使徒約翰。咁啊，我就問點解使徒約翰會跑得快啲呢？彼得點解又跑得慢咗呢？好多唔同嘅睇法嗬。有人話約翰年輕啲，跑得快啲，係嘛？彼得比較年長啲，所以就慢啲或者肥啲，諸如此類啦嚇。但係呢卷書係邊個寫㗎？約翰寫嘅，可能佢咪寫到自己快啲咯，亦都有咁嘅可能性。但係佢講咗2次，係佢先到墳墓嗰度。一到咗之後呢，佢認咗佢自己啦。佢低頭往裏看，嗰個洞呢其實唔係好大嘅啫，但係所以佢要捐喺裏邊去望入去。留意啊，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。呢幾個字好重要，亦都重複咗2次。跟住話只是沒有進去，即係話約翰呢可能比較細膽啲，佢好快去到個墳墓門口，裝入去見到細麻布仲喺嗰度，跟住呢，西門亦都跟住嚟到啦，佢就進墳墓裏去，就看見乜嘢啊？又重複咗咯喎，細麻布放在那裏？細麻布咩嚟㗎？細麻布喺
裹住個屍體嘅布，佢裹咗層之後呢，放香料，又再包完呢，又再放香料，為咩原因呢？係防止嗰啲腐爛嘅氣味流出嚟，或者係播散喺周圍。請留意，如果真係有人去偷佢屍體，如果你去偷嘅話，你會點偷法？成個捧起佢咯，係嘛？仲等解開晒啲絲帶，放晒啲香料喺度，淨係嗰個屍體，會唔會呢？唔會嗬，唔會嘅。所以呢個咁嘅理論話主耶穌嘅身體係俾人偷，呢個咁樣嘅方法似乎唔係好嗬。況且仲有喎，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，即係話呢係完整不動。如果你真係偷屍體嘅話，如果我嘅話掹，叫耶穌身體一捲出嚟，咁咪走人啦係嘛？但唔係喎，完全冇喐過。跟住又看見耶穌嘅裹頭布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，是另在一處捲着的，即係話捲住個身體嘅麻布同埋個頭嘅頭巾完全嘅放喺度，所以冇可能係被人偷咗個屍體，即係話佢嘅屍體的確係復活咗，但我呢度唔係去講復活嗰個過程，因為復活嘅過程呢，唔係我哋能夠理解㗎，可唔可以理解到啊？復活唔可以啊，呢個神蹟嚟㗎，係神嘅創造啊！嗱，好似過去喺約翰福音裏邊，我睇過好多個神蹟嗬，全部幾多個？呢度都講咗神蹟，全部係7個。7個當中，約翰有冇解釋嗰啲神蹟係點樣變㗎？冇喎，呢個神蹟就係神蹟，唔可以去解釋。所以我哋睇神蹟唔係要明白佢來龍去脈，我哋要明白嘅就係話主耶穌天父用呢啲神蹟係嚟做乜嘢？係顯現出佢就係道成肉身嗰位，佢係三位一體嘅第二位主耶穌聖子。所以今次呢個主耶穌自己嘅復活，亦都唔係可以用醫學啊、生理學啊去解釋，呢個完全一個創造嘅神蹟，好似水變酒，好似主耶穌醫好嗰個癱咗38年嘅癱子，主耶穌話：起來，你腳趾走吧。呢位癱子癱咗38年，佢唔需要經過物理治療啊等等，先至可以起身啊！佢馬上就可以起身。仲記得嘛？佢都醫治咗一個生下來就盲眼嘅人，係咪啊？佢點樣醫法啊？現在醫學都唔能夠照板煮碗嘅喎，佢用地下嘅泥，仲有個唾沫塗喺嗰個人嘅眼上邊，佢馬上就睇到咯喎，唔需要經過物理治療等等嘅嘢，呢個就係神蹟，唔係佢用人嘅解釋去解釋。請留意，看見耶穌嘅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，即係話前邊呢紮好似木乃伊咁嘅布，前邊個頭巾仲喺度。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。呢個邊個嚟㗎？第一個進去嘅約翰啊定係彼得？約翰有冇入去啊？冇。咁邊個入去啊？彼得。看見就信了，看見就信了。究竟彼得信乜嘢呢？信耶穌復活了。耶穌仲喺度嘅屍體。耶穌仲喺度嘅屍體嗬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唔喺度喎，屍體冇人見到屍體啊！所以瑪利亞就跑翻去揾彼得同埋約翰啊嘛，係咪？嗱，小心要思考呢段經文嚇。看見就信了，信乜嘢？約翰好似冇解釋到，直到呢個位置。但係下一段又講到，
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。所以聖經作者好坦白啊，佢唔明就講聽唔明，佢知就知，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裏復活。聖經講乜嘢啊？耶穌同佢講緊乜嘢啊？好多次佢會復活。舊嘅聖經亦都提到，星期五我哋咪睇過呢個以賽亞書，係咪？一早已經預言咗主耶穌會嚟，佢會被害，亦都會有睇到佢哋嘅後裔。而家佢就話耶穌必要從死裏復活，呢個佢哋唔明白。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。佢完全睇咗屍體唔見咗，佢亦都唔明白。咁佢信乜嘢呢？嗱，翻轉頭先嗰度，看見就信了。而家我哋諗諗，究竟佢哋信乜嘢呢？真係唔見咗，真係唔見咗，冇錯啦。所以佢哋咪一頭霧水，做咩呢？冇嘢可做，翻屋企啦。嗱，呢個我哋男性嘅一貫做嘅事情係嘛？唔明白，諗下冇計啦。但係睇落去，跟住首節，瑪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。嗱，呢個男同埋女嘅分別，男嘅好理性，冇咗唔見咗，都諗唔掂啦，放棄。但女嘅呢，有個感受，喺個墳墓出邊喺度喊，喊嘅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。第二次睇啦，初時候天黑啊嘛，係咪？就見兩個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穌身體嘅地方坐着，一個在頭，一個在腳，好清楚，佢形容出嚟。跟住落去，天使對他說：呢個係兩個天使，婦人，你為什麼哭？佢回答：因為有人把我主奪了去。瑪利亞相信主耶穌復活嗎？唔相信。佢只係知道，好似門徒咁樣唔見咗，佢仲係以為有人將耶穌嘅屍體搬走咗。我不知道放在哪裏。使女者話就轉過身來，看見耶穌站在那裏，卻不知道是耶穌。嗱，我哋要小心一次去睇，否則嘅話我哋會漏掉咗啲嘢。跟住落嚟呢，約翰呢似乎停咗度，冇講天使會講乜嘢，但係仲有其他3卷嘅福音書，我哋查考一下啦喎。喺馬太福音第28章第5節，天使對婦女說：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。而家去到第2個環節，就係天使親自講話，解釋點解呢個屍體唔見咗。唔好驚，佢知道你婦人驚啊，佢驚先至轉頭去揾彼得同埋約翰啊嘛。佢就嚟到啦，睇到之後，墳墓的確係空嘅。呢個第一點。而家佢第2點就話，而家天使開始講話啦。他不在這裡，耶穌身體唔喺度啦。他照他所說的呢5個字呢，我會睇到3次，好嘛？已經復活了，大家有笑容啊！已經復活了啊，係咪啊？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。瑪利亞有冇見過主耶穌安放喺墳墓裏邊啊？有定冇啊？有，唔止一個添。依家再睇落去，但係天使話已經復活了，第一次。馬可福音，那少年人對他們說：呢個少年係邊個嚟㗎？其中嘅一個天使，總共有幾多個啊？2個，一頭一腳。佢話不要驚恐，你們
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，他已經復活了，不在這裡。請看安放他的地方。有人話，梗係揾唔到主耶穌嘅身體啦，因為佢哋去錯咗個墳墓啊。當然去錯墳墓嘅話呢，你當然任何人都揾唔到啦，係咪？但係呢一個佢哋知道嘅墳墓係邊一個，啱唔啱啊？第一，瑪利亞一早去到墳墓，然之後講俾彼得同埋約翰知，佢哋兩個亦都係同時去到個墳墓。佢哋會唔會睇錯啊？冇。所以呢，話佢哋去錯墳墓呢個咁樣嘅理論呢，係行唔通㗎。第三次喺路加福音，婦女們驚怕，將臉伏地，那兩個人就係乜嘢啊？天使就對他們説：而家佢唔係對瑪利亞講喎，佢他們喎，知有幾多個啊？多過一個嘅婦人喺度啦。的確係，慢慢其他嘅婦人都嚟啦。佢哋嚟嘅目的係咩啊？再一次膏耶穌嘅身體，他不在這裡，已經復活了，已經復活了。喺4個福音裏邊重複咗幾多次啊？3次。當紀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，怎樣告訴你們？即係話呢個天使講俾咗呢班婦人知道，尤其是係抹大拉嘅瑪利亞，叫佢哋記翻起當耶穌基督喺加利利嗰時候曾經講過，佢要被釘、被害死，然之後復活嘅事情。呢一連串呢，都係天使講俾當時人聽，主耶穌已經復活了。約翰福音20章第15節，耶穌問他說：呢個唔係天使問佢嘅喎，而係耶穌親自嘅問瑪利亞：婦人，為什麼哭？你找誰呢？瑪利亞以為仲係一個園丁，看住當時嘅嗰幾個墳墓，就對佢講：先生，有時你把他移了去。當時瑪利亞仲係相信，以為有人搬走咗個屍體啫，仲未曾等唔到耶穌基督嘅復活，就告訴我，你把他放在哪裡，我便去取他。佢就話：園丁講俾我聽，我會將個屍體拎返翻嚟。其實呢一句，我哋可以諗諗，究竟瑪利亞同主耶穌基督有咩關係呢？或者佢哋相識幾多呢？我哋敢望面去搬一個死咗嘅屍體啊！我諗，除咗我哋係喺殯儀館做㗎啦，係嘛？如果唔係嘅話呢，通常我哋都如果冇咁嘅深交情嘅話呢，我哋都唔會敢去掂其他嘅屍體。耶穌說：瑪利亞，瑪利亞就轉過來，用希伯來話對他說：拉波尼。即係拉比嘅意思，拉比就係當時猶太人嘅老師。但係拉波尼呢，係有少少係有親密感啊，有一個用啲比較親密嘅語氣同佢講，就係老師啊，佢馬上知道聽到，亦都明白。喺約翰福音繼續落去第17節，耶穌話：不要摸我。呢個摸字呢，可能譯音唔係太過適當，但係佢意思就話唔好觸摸我。觸摸我呢，都帶出佢嘅原意，就個觸字更加重要。即係話你唔好捉住我啦。點解啊？你往我弟兄那裡去，告訴他們說，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，也是你們的父。
的神，也是你們的神。即係話咧，而家你唔好阻止我啦，你唔好捉住我啦，你放我，因為佢而家要去見佢嘅父，亦都係你哋嘅父喎。去見我嘅神，亦都係你哋嘅神。請大家留意有兩個字特別大啲嘅，係邊兩個字啊？弟兄。約翰福音裏邊，今次係第一次主耶穌叫佢個以前嘅門徒稱佢為弟兄，即係話佢經已係升咗級啦。點樣升級法啦？以前呢，淨係跟住耶穌基督做門徒，而家主耶穌稱佢哋為弟兄，因為係變成一個屬於神嘅家裏邊嘅人，係弟兄姊妹嘅互相嘅相情。而家第三點，由第一點一個空墳墓開始，睇到耶穌基督嘅復活，唔係親眼見到，而係佢復活咗。然之後從天使所講嘅話，證明咗主耶穌基督嘅復活。而家第三點就話有目擊嘅證人睇到主耶穌復活嘅身體。主耶穌復活身體同之前身體係完全唔一樣㗎，一陣間會見到。佢話抹大拉的瑪利亞就會告訴門徒說：我已經看見了主。係邊一個第一個人見到主耶穌復活㗎？唔係講佢個復活嘅過程啊，而係真係面對面嘅見到主耶穌。係邊一個啊？瑪利亞，唔係普通嘅瑪利亞喎，唔係佢母親，亦都唔係其他嘅瑪利亞。古時候你估下有幾個瑪利亞呢？好多啊！呢個瑪利亞呢啲名字呢，當時好興嘅啊！瑪利亞話：我已經看見了主，係佢第一位見到復活嘅身體、復活嘅主。你會諗，一位係天地萬物嘅創造主，亦都係拯救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。呢個咁尊貴嘅道成肉身嘅神，佢應該向邊個先顯現呢？如果知道呢個大拉瑪利亞係邊個人嘅話呢，你覺得佢可能唔配。其實佢曾經被7、8個鬼附過，佢嘅生活亦都唔係咁檢點，但係主耶穌仍然揀選佢，俾佢睇到係第一個人見到主耶穌基督嘅復活。講我已經看見了主。請問你哋見過主未有呢？見過主未啊？冇。定係有啊？主耶穌唔係住我裏邊嗎？我哋咪經歷過神嘅恩典啊！經歷神嘅恩典，仲比我親眼見到嘅仲寶貴啊！我哋如果見到主耶穌復活，我哋會唔會相信呢？瑪利亞見到啦。那日係邊日呢？就係7日嘅第一日晚上，嗰日嘅夜晚，門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猶太人，門都關了。點解驚猶太人啊？猶太人捉咗佢老師，老師要處死，佢學生呢都危乎係咪？所以可能佢哋都擔心羅馬人會捉埋佢哋。門關了，耶穌來站在當中。主耶穌好似穿落入舍冇敲門喎，要冇敲門去，冇敲到門啦，直情就過咗去，對他們説：願你們平安。呢個係當時嘅門徒所見到嘅。問題就話，究竟有幾多門徒喺度當時？嗱，大家知道全部10個門徒啊！我想請問大家，而家喺個屋裏邊呢，有幾多個門徒？11個，因為出賣耶穌嘅猶太唔喺度咯，嗬？12個。13個。邊個10個㗎？
咁夠膽？係啊，10個。點解10個呢？因為一個唔喺度，係邊個啊？多疑嘅多馬唔喺度，點得10個咋？出賣嘅猶大唔喺度，多馬亦都唔喺度，因為多馬話：我唔相信主耶穌復活，除非乜嘢？我見過手裏邊嘅釘痕同埋肋旁嘅刺傷。點解要證明耶穌基督要用個槍去刺佢嘅肋旁，證明佢死咗呢？因為聖經舊約記載，主耶穌嘅身體係唔會，佢腳唔會被折斷嘅。如果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仲未死，佢就將兵丁呢就打斷佢隻腳。所以旁邊嗰2位強盜啊，隻腳都斷咗。一斷咗之後呢，成個人墜咗落嚟，咁自己嘅重量呢，就壓住個肺，唔可以呼吸，佢就會死亡。但係主耶穌經已話唔係完了喎，成了，將佢嘅靈魂交付俾神，完成咗呢個救贖計劃。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嘅就係主耶穌出入唔需要開門，佢個身體同我哋身體完全唔同，仲祝佢哋願你們平安。只有10個門徒接受咗呢個嘅祝福。説了這話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。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，喜樂了。點解喜樂啊？好似今日我哋知道主耶穌經復活了，我哋喜唔喜樂啊？當然喜樂啦！你望望你隔離左右，睇佢係咪仲係受地苦練嘅？應該好歡喜快樂，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確復活了。繼續落嚟，我哋跳翻前邊第12章，為耶穌就離開他們隱藏了。我哋繼續第3點，有目擊嘅證人。耶穌就離開他們隱藏了。他雖然在他們面前行咗乜嘢？許多神蹟。其實除咗約翰所記載嘅7個神蹟之外，約翰好坦白，佢耶穌做咗好多神蹟啊，唔係用書就可以全部記錄落嚟㗎。後邊嗰幾個字好重要，佢哋相唔相信啊？他們還是不信他，即係話起碼主耶穌做咗咁多種嘅神蹟，尤其是起碼有5000人啊受惠㗎。邊5000人啊？講5餅2魚啊！他們還是不信他，好多人都唔信佢喎，奇唔奇怪啊？所以千祈唔好話，除非我見到主耶穌，否則我唔信。有冇人咁講過啊？你哋可能冇嗬，我有啊，我講過啊。除非神啊，你顯現俾我睇啦，咁樣。當時如果我真係睇到神嘅話，你估我信唔信啊？嚇！你太信任我啦，我都唔會相信。你咁簡單，你就顯現俾我啦。我要求到第2件事、第3件事、第4件事，我都未必會信，因為我係行唔信嘅角度去做呢件事。所以呢個目擊嘅證人都未必相信主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咗。嗱，大家都記得呢個財主同埋拉撒路故事嘛？呢個拉撒路呢，唔係復活個拉撒路，係一個乞丐，全身由頭到腳生瘡嘅拉撒路。呢個故事咁樣完結㗎。佢話亞伯拉罕説：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，點樣啊？就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，他們也是不聽勸。即係話信唔信啊？都唔信啊！所以弟兄姊妹們、朋友們，我哋唔好以為我哋要見到神喺我哋面前，我哋就相信。呢度主耶穌喺呢個福音書裏邊都講得好清楚，我哋未必相信，甚至乎唔願意去相信。所以見到耶穌基督，有人會話，可能佢哋即係蒙查查啦，或者係頭腦唔清醒啦。
有咁嘅理論啊，話佢哋見到嘅唔係真係耶穌復活嘅咁樣。嗱，睇下呢一節哥林多前書，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弟兄看，幾多個啊？500個喎，一兩個可能會蒙查查啦，掹掹頓頓啦，會唔會500個人同時掹頓嘅呢？呢個機會都唔會冇可能。但係佢話其中大半到如今還在，這500人當中呢，大部分都喺度，卻也有已經睡了的，唔係話攰瞓覺啊，而係佢真係死咗嘅。所以從呢3點嚟睇呢，俾我哋綜合起嚟，究竟主耶穌有冇復活？我哋唔係講復活嘅過程，而係話耶穌基督有冇真正嘅復活？重要嘅就話有冇呢件事情。一個空嘅墳墓揾唔到個屍體啦，第一點。第二點就話天使從唔同嘅福音書裏邊講述咗話主耶穌已經復活了，已經復活了呢5個字，仲有目擊嘅證人。第一個邊個？瑪利亞。跟住呢，10個門徒。但係都感謝神啦，當晚始終都見到主耶穌，咁加埋落去啦，11個。跟住呢，有500個人。當然，當約翰寫呢卷書嘅時候，有啲人經已死咗啦。你問拉撒路復活同埋主耶穌復活有咩唔同啊？有冇唔同啊？有咩唔同啊？拉撒路復活咗，跟住呢都會死嘅。大概相傳大概30年之後呢，拉撒路都死咗。但係呢位耶穌基督佢嘅復活，而家邊度啊？喺天父嘅右邊，做乜嘢呢？為你同埋我去代求。一個空墳墓指出耶穌身體唔喺嗰度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震撼嘅事情。的確復活咗，佢唔喺度，再揾都揾唔到。但係經過天使嘅解釋，他已經復活了，而且經過無數嘅目擊證人，但千祈唔好用目擊證人去表示佢哋相信。其實從聖經裏邊我哋睇到，主耶穌顯現俾邊個睇㗎？主耶穌唔用咁嘅方法去顯現俾唔信主嘅人去睇。所以每一次記載耶穌顯現係同邊個人顯現啊？同佢門徒，同信佢嘅人，尤其是嗰500幾位嘅弟兄睇。所以我哋可以問：如果一個唔相信主嘅人去問你顯現俾我睇啦，佢會唔會顯現啊？唔會。我作證，當我唔信主嘅時候問求神顯現俾我睇，神冇顯俾我睇咯。因為佢知道多數嘅人，特別是唔信主嘅人，佢仍然係唔肯接受。我哋而家安靜片刻，當神問我哋嘅時候，你看見了主嗎？你會點回答？而家我哋等緊乜嘢呢？復活嘅過程點樣發生係唔重要，但係復活嘅事發生咗係重要。主要我哋感謝你，因為墳墓係空嘅，死亡冇辦法勝過你嘅生命。你嘅復活成就咗對我哋嘅拯救，賜俾我哋新嘅盼望。就好似抹大拉嘅瑪利亞聽門徒們，佢哋見到，因為你係嗰位信實嘅主，你應許係唔會落空嘅。求你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彰顯大能，包括今日早上4位接受洗禮嘅姊妹們，讓我哋一齊蒙恩得救嘅人，
弱當中剛強，喺困難當中充滿盼望。正如當天晚上主耶穌你對門徒咁樣講：願你們平安，佢哋就喜樂。同樣，但願我哋活出復活嘅喜樂，成為你愛嘅見證，向世界